香港周融 Robert Chow 以資深傳媒人嘅經驗，以獨到嘅觀點同大家分享對時政嘅睇法，絕對值得一睇。歡迎大家又嚟到周融周圍講節目。今日講咩呢？上個禮拜咧，同大家即係分析咗少少，即係美國11月即係呢個總統大選。究竟即係拜登贏啦，定係特朗普贏呢？對中國嚟講咧，係有啲乜嘢影響咧？情願邊個得咧？首先一樣嘢咧，大家一定要即係明白到咧，無論邊個贏出，即係11月嘅總統大選啊，對中國都係敵對嘅意識非常之大嘅，因為已經美國嘅政壇咧已經係公認咗咧，即係中國係唯一最大嘅對手啊，敵人啦，我哋唔好講敵人啦，係對手。所以咧，拜登人又好，特朗普又好咧，即都係針對中國噶啦。咁但係咧，針對之餘咧，究竟係即係邊個好啲咧？嗱，首先大家都會明白到兩個嚟啦，即係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， 一個就魔鬼，一個咧就即係深淵。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就即係兩樣都冇乜着數，但其實唔係嘅，即係大家都睇。可能咧，大家都可能覺得咧就話唔係喎，咁最少即係你識得嘅魔鬼咧都有個譜啊。特朗普冇譜噶嘛，梗係即係拜登好啲。但係拜登咧，直到今日為止咧，個形勢咧就係差嘅。咁我哋即係數一數佢點樣即係差法。如果喺兩個人相比之下，喺美國而家目前嘅即係民望咧，拜登係44啊，特朗普係46。即係換嘅話，仲有2個百分點嘅分別。當然啦，你睇唔同嘅問題有唔同嘅即係結果出嚟啊。但係呢一個咧就比較上接近啲嘅，但係都爭2個百分點。再睇落去啦，好啦，你話烏克蘭點樣咧？如果烏克蘭喺未來呢幾個月裏邊咧，雖然你即係又話即係 pass 咗即係。雖然通過咗即係呢個國會通過咗610億嘅美元嘅援助啫，但係如果喺11月之前咧，烏克蘭兵敗如山倒，輸咗嘅話咧，或者澤連斯基要下台嘅話咧，咁老實講對拜登咧一定係大大不利，因為即係全世界都會問點解你用撐佢要臨尾又要批多咗600幾億俾佢啊？即係美國本身已經窮啦，就要借錢嚟俾你打仗，有冇搞錯啊？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即係對拜登咧就好多不利啊！仲有啦，而家以色列咧又開始打返拉法啦。拉法如果戰爭一再打嘅時候，我哋唔好講話中東爛起出嚟嘅所有嘅即係戰爭，或者其他阿拉伯國家加入先啦，或者真主黨啊，其他啲乜嘢都唔好講。但最緊要講一樣嘢啫，就係話美國反以色列嘅示威啊，反戰示威咧，會唔會更加加劇咧？加劇咧就肯定係對即係拜登冇利嘅。因為目前咧，即係拜登民主黨咧，係基本上嘅主要嘅即係支持盤係兩大地方，即係三大啦，黑人啦、拉丁裔人咧就大過呢個黑人添啊！再加埋年青人，但係我哋睇一睇咧，年青人咧有61% 咧係對即係拜登不滿嘅，話佢做得差嘅，61% 係29歲以下嘅。好啦，第二拉丁裔咧就54% 咧就覺得拜登咧冇料到嘅。如果你咁樣睇嘅時候咧，如果佢仲輸埋烏克蘭，再跟住又以色列又再打落去咧，基本上咧就即係拜登咧就四面受敵咧，即係佢贏出嘅機會咧更加低啲。大家可以又咁講啦，喂唔係喎，咁即係特朗普都唔係好好啫，係嘛？可能加即係中國關稅咁。嗱呢個咧就大家都明白咗先，無論係邊個做美國總統咧，都係針對中國噶啦。呢個大家接受咗先嚇。但係咧，我哋要睇一睇咧，如果係拜登選到個咧就偽君子就呢個特朗普選到咧就真小人。偽君子咩嘢咧？而家所對中國啲陰招啊，嗰啲其他嘢繼續會發生嘅。但係咧呢個咧即係大家都係知道要即係容易頂。
但係調轉，如果特朗普嘅時候啊，係咪更差呢？例如講一句就話咧，對中國嘅關稅咧，就唔係話由而家個 10% 啊嗰類咁嘢，可能話甚至100%、60%。咁啊，特朗普就話，如果佢當選總統咧，就所有嘅入口美國入口嘅貨物咧，冚唪唥加 10% 關稅，咁咧佢就美國就搞掂啦。所有即係嚇佢美國而家即係個財政赤字咧，就一筆勾銷咁。嗱呢一個咧。係唔係咧？其實就唔係嘅。好啊，但係無論如何，大家預咗啦。特朗普又好，呢個即係阿拜登又好咧，都係碾中國㗎啦。咁但係無論如何，可能咧特朗普當選咧，佢肯定咧對中國咧就係打壓更加大。咁但係你問我咧，我就反而覺得咧唔係。如果特朗普當選嘅話咧，就中國正好咧入咗一個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嘅局，反而係有利嘅嚇。即係100% 關稅，60% 關稅對中國有利，有冇搞錯？嗱，呢個咧就要大家要明白，即係中國人個思維係同外國唔同嘅。點樣置之死地而後生咧？睇落就死局嘅，但係其實就好嘅。嗱，點解咁講咧？中國同美國之間咧，大家係即係角逐緊嘅嚇，好多嘢。問題就出嚟啦，就係話中國要贏美國啊，美國係要贏中國啊。但其實真正嘅嚟講咧，就唔係大家打仗話你贏我輸啊嘛嚇。其實就話咧，中國唔係輸咁多。而美國輸得更多，咁咪即係中國贏咯，係嘛？即係美國就傷敵800，自損3000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即係對中國置之死地而後生咧，反而係有利嘅對中國。其實簡單講就話，美國問題就係而家咧就即係中國就 Global South。150幾個國家咧，就中國咧就其他即係交易啊，其他好密切嘅。咁如果美國真係即係抽稅抽得好緊要，即係打擊中國嘅話咧，咁會發生咩事咧？中國唯有咧就即係可能損失咗一個幾大嘅市場，但係咧就佢就會要可以有100幾十個國家咧去爭取翻佢嘅生意，未必攞得晒。蝕啲，但係都唔死得嘅。但美國咧就要咁睇啦。如果係中國嘅貨物入美國咧，係即係加關稅50、60、100%啦。咁美國本身要賣嘅中國貨咧，或者喺第二度地方填補嘅貨品咧，肯定係貴好多。咁有乜嘢咧 ？Hyperinflation， 超級通貨膨脹。咁即係點？即係換句話，即係咩啊？即係換句話講，美國人咧，即係要俾多好多錢去維持佢自己生活。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對美元咧就肯定不利嘅。咁好啦，美元不利咧，對中國咧，老實講梗有好處嘅。係大家都慘一鋪嘅，但係慘完之後咧，我哋翻身起得更快。嗱，呢個咧係第一樣嘢嚇。好啦。第二樣嘢，特朗普會做啲咩咧？講到明一定做嘅就係咧，就話佢會喺呢個墨西哥度咧繼續起圍牆，同埋咧佢最重要一樣嘢就話咧喺美國境內而家有1100萬個難民咧，佢要趕翻走，係趕走啊，捉翻住佢趕走嘅。咁佢就話到明咧，就用國民警衛軍。甚至如果唔夠人嘅咧，就喺海外咧叫翻啲軍隊翻嚟幫手趕走。嗱，你要明白一樣嘢咧，美國而家嗰個有啲抵壘政策咁上下嘅東西啦，嚟到之後又即係大家拖拉啊咁樣，即係唔係好容易趕走㗎，即係耐唔中一次嘅啫。但係而家佢話咧，我大舉趕1001萬，雖然你話3億人口趕1000萬出去咧，係咪即係咪好巴下？即係會對個影響大唔大咧？其實個影響都大，即係因為呢班人咧就有親戚有朋友喺度，咁亦都會搞到美國內部咧個好亂。美國內部亂係代表咩嘢咧？代表對美國不好，唔好嘅話咪對中國有利咯。內亂
美國國勢一定急耷，一定差落去。第三，特朗普所做嘅一切嘅，譬如話我不再即係參加，如果即係烏克蘭戰事到佢當選之後咧，仲係打緊嘅話咧，我唔幫佢啦。咁老實講咧，就同美國呢個本身個 deep state 嗰個即係暗黑帝國，基本係乜嘢啊？基本上就係一班公務員同埋一班即係軍工複合體咧，即係作對。好啦，咁佢就講到話上一次咧，佢做特總統嘅時候咧，就好多人佢嘅手下好多人唔聽佢講嘅。佢話咧就我都好人俾佢自己走嘅。我話今次唔係啦。Fire, you are fired。我要炒你。第二樣嘢就好似香港即係公務員，當年19年嘅時候，或者19年之前嘅時候，大家講緊公務員咧政治正確，就基本上咧就對住政府咧就對着幹。咁呢度咧香港而家咧就搞翻掂呢班友啦，對着幹炒得幾個咧，跟住我個個都縮晒啦。好啦，咁啊可能唔知係咪睇到香港即係成功嘅之處啦？咁啊，美國係咪會做呢樣嘢咧？如果美國做呢一樣嘢咧，美國個即係內部又係亂唔亂咧？肯定講句又係亂。嗱，咁啊咁講咯喎，如果要趕1100萬難民出境嘅時候，亂；要對付軍工複合體，亂唔亂？亂。咁美國咧內部亂咧？老實講，就對中國嚟講咧，就唔好話即係龜兔賽跑，你停低喺度瞓覺，或者顧住喺度即係捉虱乸咁樣。咁中國係咪即係迎頭而上，跟住就過你頭咧？嗱，呢啲咧就即係其實最緊要嗰樣嘢就唔係話即係美國要即係就中國，因為唔會發生啦。無論係美國嘅共和黨或者係民主黨咧，大家都同意咗，即係中國係美國嘅最大嘅對手。最大嘅敵人係咪淨係對付中國咧？梗係唔係啦。跟住嚟講，又係可能係即係對歐盟，又要歐盟咧計，大家要俾多啲錢出嚟，即係擺落軍費啊，亦都係對歐洲咧係會做一啲嘢。咁喺做呢啲嘢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咩咧？就得罪翻歐洲或者係美國傳統嘅盟友。好啦。當你冇埋呢啲朋友嘅時候，或者朋友少啲嘅時候，支持你嘅，例如法國、德國嗰啲，而家都已經就好似同中國開始傾緊偈，喺度即係大家搞好個關係啊！咁樣睇之下咧，係唔係會代表即係中國嗰個影響力啊更加升咧？因為你減低咧，呢個一定係會發生嘅。甚至喺亞洲嚟講，特朗普會唔會再碾下呢個日本咧？即係你炒到啲日元低落到而家呢個地步。耶倫仲講咗句咩説話咧？日本買翻呢個日元，沽美元買日元，支撐日元。耶倫走出嚟講就話咧，呢啲咁嘅即係干預行動咧，就只可偶一為之，同埋咧係要同我哋講過嘅咁。哇！你諗下，你話咁佢碾唔碾日本啊？佢碾唔碾南韓咧？南韓就話：咦，我哋有28000幾個軍隊喺度，點解要我哋要咁多人喺度啊？係咪要攞多啲錢啊？咁嗱，例如呢啲咁嘅情形咧，亦都係咧可能係得罪翻即係佢自己嘅盟友。但係呢個如果當你諗下美國，如果係特朗普係想走一個孤立主義嘅話咧 ，isolationist 嘅咧。呢樣嘢咧，佢係冇乜所謂嘅。咁呢一個咧，中國世界上都是朋友，但美國咧就越嚟越嘅影響力越低。咁呢個對中國係咪有利咧？所以咧，中國係喺一方面咧，喺譬如入口嗰度咧，即係貨物即係進入美國嗰度咧，可能係要即係蝕一張。但係呢一張咧都可能係好傷。但係無論如何，當美國係一直耷落去嘅話，喺即係特朗普選到之後咧，就耷落去嘅話咧，如我哋所講嘅咧，就對中國嚟講反而有利。咁啊，到時究竟係特朗普定話係拜登，目前仲未知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亦都唔好説即係暗中覺得，哎呀，即係都係拜登好啲，冇咁衰咁啊，冇咁衰啱。
但係當你睇睇呢個特朗普可能對美國製造出嚟嘅傷害咧，對中國嚟講咧，反而係有利嘅。會唔會打仗啊？其實特朗普更加唔係一個打仗嘅人啦。咁我所以覺得咧，即係喺即係呢個台海可能係更加即係安全啲，都唔出奇。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大家就可能明白咧，中國最緊要一樣嘢就守緊本位，做好自己嘅嘢，置之死地而後生。喺翻呢個位一個咁差嘅位咧，都係會即係安然度過嘅，係咪？等到11月睇睇啦。OK， 今日講到呢度為止，拜拜。睇完片點少得點讚、關注同分享，簡單幾個步驟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嘅支持。